喂，你平時有冇打開機呢？廢佬又返嚟啦。話說而家越嚟越多中國遊戲代練工作室走咗去非洲開檔，請當地黑人幫手打機做代練喎。你冇聽錯，係非洲啊。咁點解要山長水遠走到去非洲呢？好簡單，一個字抵。喺肯尼亞、剛果呢啲地方，當地人嘅月薪大概係500到1000蚊人仔左右。乜嘢五險一金當然係冇啦。如果肯每日出糧，班黑人已經開心到飛起。計翻條數，時薪幾蚊雞，真係平過你去網吧開部機打機啊！最搞笑係喺班黑人眼中，呢份簡直係筍工嚟嘅，唔使日曬雨淋，坐喺度打機就有錢收。比起出邊要做體力勞動嘅工作，不知幾嘆。而且當地經濟環境嚟講，可以用到電腦已經好好，而家仲可以邊打機邊賺錢，簡直係夢想成真。咁佢哋主要打咩遊戲呢？3大主力包括魔獸世界、三角洲行動同夢幻西遊，可謂中西合璧，古今俱全。表現好嘅員工，年獎金1個月可以賺到過千蚊人仔，喺當地已經算係高薪厚職啦。不過唔好以為呢份工好易做啊！啲中國老闆將嗰套東亞式管理文化完全照搬，要面試，要考核，要培訓，仲要學識睇中文遊戲界面。每日收工之後仲要有業績盤點，如果打唔夠金幣或者裝備 KPI 唔達標，即刻掃你出門口。至於 office 個環境都幾有特色嘅，搭個板房拉條電線砌幅圍牆就可以開工啦。啲電腦更加係慳到盡，機箱都慳返。直接將零件攤喺台面，好似食自助餐咁。咁老闆話咁樣除咗平，仲可以確保散熱同埋防止員工偷零件喎。為咗維持秩序，工作室仲會請本地安保公司嚟睇住，班保安哥哥揸住 AK-47巡邏，同時監控員工有冇偷懶。呢個畫面諗起都覺得搞笑。打緊機後面有支 AK 指住，真係唔認真都唔得啦。隨住合作越嚟越成熟，班非洲巴打嘅技術都進步神速，由最初只係識喺魔獸世界釣魚挖礦，到而家識打稀有道具。甚至喺三角洲行動頂住高拼都可以成功跑刀，帶住千萬收益撤離，真係唔講得笑。不過呢，最抵死咧係有網友話呢個情況呢，好似現代版三國貿易呢，只係當年運黑奴，而家呢係運遊戲代練。當然啦，對班非洲巴打嚟講，呢份工點都好過蚊槍走火或者食唔飽着唔暖，算係一份穩定嘅白領工作啦。講到最後，呢班非洲兄弟打機打到出神入化，睇嚟以後國際電競比賽要加多句非洲選手禁止參賽啦。如果大家都有揾過代練，或者對呢個現象有咩睇法，不妨留言話我知。記住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同記住訂閱埋我廢佬。廢佬下次再同你廢一，拜拜。